煮好时刻的时间，今晡日啊，教大家做乜嘢好食的暗瓜的料理。小福哥，大家好，今晡做嘅哦，係暗瓜肉鹽鋪嘅湯。暗瓜肉鹽鋪嘅，等於種自家不會係從哪度食材哦？煮嘅自家叫，暗瓜自家做，鋪嘅自家做，係嘛？係咯。不過都要雞肉骨頭要啊。嚇加雞骨頭。冇條嘅，你雞肉係拿下來又豬肉嗰啲骨頭溜要啊。變熱冷凍。連骨頭都係 K 嘅，差唔多。煮湯。做。水哈，先用啲冷水開始嚟煮哈，用啲冷水落去哈，然後啲雞骨頭用下去，先汆燙一下。燙過啲嘢。燙過咗，我轉落去。我燙加鹽嘛，先聽數嘛。你燙你骨頭定幾燙咗啊？你麻煩你啊，小福哥麻煩你啊，然後你鋪要啊，切熱地，好，等下嘢煮咪灌湯一用。鋪係杯。做得啦，成二隻啦哈。喺你骨頭啊，放落燙之後，冷水開始燙哦，冇燒水哦，喺你啊放落去喺度啊，做啲放啲嘅酒啦，米酒放啲啦。唔過你燙過以後唔係見咗做冇味道嘅。唔會啦，呢個鮮味啊，呢個去鮮味啊。咁一下就好嘅。係啦，一下就好，等佢滾一下，啱先滾一下，喺你燙骨頭時冇冚過哦。冇冚過嘅。佢髒東西味道哈，才會炸不好味道。蒸出來。係啦。鋪嘅，有時候做鋪嘅，以外還做用嘛？你不過要買瓜都做嚟用啊？菜瓜。要菜瓜就用菜瓜嘛，冇菜瓜嘅時陣咧，有時看你啊太挑啊，咁嘛你瓜要咩做得啦？係冇高麗菜要咩做得？玻璃菜也做得。做得。冬瓜做得嘛？冬瓜要咩做得？要做得。要咩做得？但是冬瓜是好，你啊還蠻多時間好，你啊骨頭你啊時間學糖藥咧就啱看。做嚟嘅破要啊，全部係走出嚟嚇，咁你又夾起來。以後愛嘅骨頭啲。所以骨頭甜嚇，骨頭燙好咧嚇，啱起來等下。先啦骨頭，你要鑊水是冇熱咯。水冇嘛你要鑊水是冇。誒，今邊喺裏面唔係幾碗糖嘛？咩，你要溫水，要溫水是歐洲嘅冇用。等下好，你要先不用啊。好呀。好，你要不要學什麼嘢？等佢表嘅，喺呢一邊哈。點火落去哈，先炒下佢。總體要切三角形啊。切太三角形。太三角形啊。太三角形，因為做湯要貴時間啊，你。唔係，等下示範。師傅教下三角形。跟住啊，到有咩三角形咧？冇錯啦，長啊，長條三角形，對下鉗喺度啊，平下來，冇錯啦。肯定佢鑊嘅，定佢拉一下，嚟用啲油落去啊，油用啲啦，按炒香嘅時候啊，好，嚟啲啦，好，啲辣鑊嘅啊，好，啲啊，火開始，有冇按盤嘅？火仲有細啲啦，好啦，洋葱放落去。師傅教就標啊！那是都標。要燙啲香咧。打起開始就火就動態。你要冇上動特殊。หั่雞，等下嘅話，俾佢鋪咪炒落去咗啊。要肉仁啊，喺度醃。打我醃油鹽。醃肉仁啦，醃好而家放落去。跟住暗瓜要處理嘛？暗瓜是切，你凍肉之前要啊。暗瓜先切。先切了。切，嗰種係先洗過，因為浸水洗過，因為暗瓜因為烏冬都鹽呢。當鹹哦。因為冬都鹹，冬都鹽嘛，烏冬鹹。佢都未講，我先浸水，還是先吃，看我跳鹹哦。先起水了，起水可能要給鹹，然後給甜，浸米酒誒。浸水浸米酒啦。要先切冇？要先切冇？唔係，那先切佢，因為我先切同我醃好你啦。哦。洋葱炒一下。會試哦。要皮哦。要皮會啊。葱頭味道。好咧，葱頭味道要出來咧嚇，好咧，咁鋪咗邊落去。嚇？鋪咗邊。按住邊落去啊？邊落去嘛。準備攞斜火炒一下啊！準備炒一下，要皮哦香味啊！要啊。要啊。準備定佢炒一下，因為鋪都會出水啊。你又幫我加啲嘢高湯，定佢炒一下，定佢出水啊！唔嚇。唔過你炒佢冇出貨啦。唔會啊。因為佢切出水，等切下都要煮切㗎。係啦。
去炒一下，等于出水啊，咱等下水也出了差不多了哈。因为用啲嘅面椒，等于睇下糖過雞骨頭啊，放落去。哦。高湯所放落去，然後開始準備那個肉鹽。很肉鹽啲吧，就話是切開鋪啊，那個醃瓜哈，醃瓜切落去，醃瓜切啲水來，啊，啲吧。就肉嘅醃瓜先。唔肉醃瓜，韓國加啲胡椒粉好啦。哦，真係。放手的。啊，表面嘅粉你鹽嘛，唔是？唔是，哦，用啲嚟嗰種係，你冇看有片色粉嘅嘛？用啲片色粉，冇是麵粉，你咪做嘅。哦，它主要，它主要加啲薑濃啊，蛋白質落去後醃咗，好，開始要炒，要香味咧嚇，要嚇，好。今天要出水哈。你也是用啲米酒啊，去腥一樣哈，用啲的時候用到調到，不是麻油酒，變麻油酒就唔得啦哈。中意食。你睇下骨條要啊，用係，好，開始開咧，好，骨條放落去哈。這個出水哈。開始出水啦要啊。好，係啊，好，你下高湯放落去。大家不要也要火力全開啊。哎呦。啊，水面唔是咁多，你就喺水嘟嘟啊，咁俾人講咗咧。而家因為出咁多水，咁我睇，哎呀，幾甜啊，加幾多水咯，啊，很甜味啊。你要沖點來，全開呀，沖點來哈。哎，你火力全開一下，好，然後肉丸子來，2個給你。沖點啊。2個給我，我們要捏肉丸子，捏，哎，我看一下啊，我把蓋子打開來，啊，按湯一度像一樣滴，火也蠻好哈。那水辣唔辣？你肉丸子啊，你自家捏嚟時啫要，先切跟牛麥醬嚟嘛哈。牛麥醬係最好啊，啲係小牛哈。用70%，含配牛要用30%。哦。當掉也好些。皮豬要30%就好誒，係嘛？醬豬要70%。70-30是剛剛好的。啊，如果說你想要吃油膩一點，我喜歡吃肥一點、油膩一點，知道嗎？開始。唔使，哦，60-40。係啦，60-40哦。唔是。香油。香油啲回面咧，哦，你係就開始水咧，就話，係唔嗱聲嘅做湯嘛，是加啲咁嚇。啊，等下肉丸子落去之前要啊，該骨條要啊，手夾落去咧。哦。因為你冇食骨條啊。哦，不是哦，你就只是要它味高湯的味道。你就功成身退啊。哎那總比你直接雞骨頭從雞肉上面拿下之後直接拿去丟掉，那就可惜了。就要就好嘛哈。這個叫什麼嘞？要。好，看你啊，福哥。來。cái手套罩罩cho anh xé chuối xé tí để xếp xếp rồi. Xé tí để chuối bị xếp xếp. 這麼黏的嘛？哎，然後從鹽油。哦。然後把就水搶來水，來。搞。摸一下就好啊，好來。然後我們抓一點肉哈，抓在手裡面，然後這個。哦。用捏出來啊。捏有啊。有沒有？這樣捏上來。我捏幾下拜讓我演哦。就好了。我捏幾下拜讓我演哦。不一定哦，有些人捏3次，你像我剛捏了4次、5次就起來了啊！看看你捏幾次可以捏到圓起來。拿抖的嘛？好，用手給它給塞的。好，粘上。自己來，哎，好，再轉回去，我提上哎，第2次再來，下背抹出力，是就這2個手指頭用力。哦，這樣。好，第2個。尖呢？哎，那尖是粘下那嘛？哎，你圓圓的對不對？你也可以這樣子溜一下。哦。好。魔功一天單手啊？單手是說你做習慣速度比較快嘛。啊，每一顆差不多一樣大小，要不然熟成的時間不一樣哦。好強啊，熟咗唔得咯。啊，睇你兩個，等我1年咯，做得啊？對。1年啱傳你一通啊，骨條一下哈。做得嘛？有心得哈。好。有心得。好，現在湯給它滾哈。啊，滾的時候我們看那個骨頭，給它埋在湯裡面滾一下。不要一直去攪拌它，滾以後是準細火，冇去燙哈，不然撈啊，唔切。我準時冇去喎，我扭啦，就沒清湯啦哈。那該骨頭是差的啊，等佢滾一下。好。有那要境界盲功，那數字功，等一下用技術指哦，1年要帶下，沒看我停動，要練都帶下。他不要3級哦，莫停動。哦，按能記到，按上面這邊捏，這一顆不及格，這一顆也不及格。我是肉丸子呢，染奶呢啊，應該冇染啊。肉餅啊。對啊，一點肉餅做唔得咯，冇染做唔得咯。
哦，一定要圆圆的。哦，对啦，一解骨头等於炸骨架下先梅頭。哇，要秧啦，要啦，要啦。好啦，一骨頭啊，唔是糖當橋，要梅頭落去做咧，是做咧那個。我按跳哦。因為解骨頭嘅東西哦，當然啦，很黏好嘛，還蠻好吃哦。嗯，剛才就不用開始滾架下，等於全部黏。我全部黏晒了。唔是啦，2、4、6、8加頭咧做嘅。對啊，好。那我們就可以把那個手套就可以拿掉了，把骨頭就可以拿起來，因為骨頭沒有用了，味道也進去了。功成身退啊。對，味道也進去了。好，待會我們是要吃丸子湯，不是要吃骨頭湯嘛？哦，對吧？那骨頭就不要它了。那隔壁個來福有扣貨的啦啊。好了，好，不要它了啊。好。哦，有皮肉鋪喺我用來沖調嘅模樣。哦，寶貝係個米頭。有啊，緊實哈，是自家不看的米頭。它因為呢肉丸子哈，很快它就會味道就會進去，然後又會熟，會熟嘛。所以你等於滾下鋪嘅甜梅，喺個養出嚟梅頭對吧？等於完全滾到湯啲位。哦，唔過大家按你標落鹽之後唔會生氣咯。唔會，因為你要打嘅時候要加落咧。哦，搞到加粉咧。加落要加粉要黏過，所以叫變肉丸子。哦。你要學要煨出菜。胡椒粉用啲啲啦，啊！哎呦，黑胡椒啊！胡椒粉用啲啦，你食辣啦？是，冇，大眾口味啊，冇開太緊，冇開太緊。好啦，再加一點啊，好，這個水差不多。好，韓總理啊，你嘅表現呢係嘛？我哋跳加啲嘅水，等於莫按爛爆。嗯。好，你要不？好了，肉丸子可以放進去的。你表是這啦，痛死表，是莫。這麼夾出來。對啦，啊，鏘表好嘞。好，來，肉丸子輕輕的放下去，肉丸子輕輕的放下去，輕輕的放下去。來，火關小一點點啊。火太大了，好，小一點點。應該一下就熟了吧？需要一點點，大概幾分鐘的時間。幾分鐘的一個秀。有天按你白安講就超過了哈。習慣了。做慣了。廚師哈。做慣的，那表子呢，等於泡。啊，從第四時用還可以浮水啊，你看。係哦。它熟成比較均勻呢。哦。難看，唔會散天啦。到就像自家用嘅鮮嘢一樣，按你照顧。要那做給你最心愛的人吃的菜，特別關心他啊！好了，當時我要添米了，我添米啊！給小火燉一下。這肉也不是，起碼是給燙的樣，不是？對，當口。對啊。它也變啊，等於秀呀，小火燉一下。哦，這丸子還沒有熟哦，慢慢熟。可以講的哈，我說嘛，你的肉也按下。這樣哈，我有撒皮的嘛。好，我們先試一下原味，再來決定要加多少糖，多少糖。哦，來，不夠，來。對。起了，完全水火對了。等永嘉呢，因為你打碎的肉醬，它很容易很快就熟。哦，你搞把胡椒粉也炒的。有哈。當香。火全水對了。好。哇，很天空的出菜哦。佢本身的米頭就本身的鋪啊，鋪子當青條嘛，是吧？你等肉丸哦，等於完全的熟成了。啊，怎麼看肉丸子有沒有熟啲啊？最重的凍，真有人凍啊！係啊，唔凍就唔會生氣咯。你用眼睛看不出來，然後筷子輕輕擦一下，要不然就是我說該看就該麼該，因為探針又係摸探針啊。呀，竹籤有沒有做對？摸竹籤那就筷子啦。哦，看那東二是地的。嘛是，它啊。啊，從頭一甜，甜給鋪一甜。所以我們就決定，因為給甜不是兩方位，是吧？天然的糖度已經夠了，鹽巴加一點點啊，鹽巴加一點點，莫調多啊。好，放一點鹽巴進去。
汤加麻辣啊哈。好嘞。而家这料理全部讲养生嘛，哦，对，对身体的健康啊。係啊，啊，挺多嘅。恩賜很鹹啊，要鹹就做咩？我講好。呀，差唔多了。要鹹嗎？對。我睇咧。冇加啲啦。加啲啦。加啲加啲啦嚇。有啦，有可能這樣。要啊。啊，因為因為肉丸子啊，佢本身因為打水，有打牛配牛嗰個時候啦，因為直接因滾過撈去啊，因為 set 睇以後會變凍 set，就嚟冇事咯啊。好，俾佢嚟了。有啊。哦，應該講功夫卡哈，應該講應該暗日係4、5隻小朋友啊，應湯就先滾落去嘛。你時間滾較倉啲，你睇落去啊嘛。啊，係嘛？前面都全部只有糖底不好意思。讓它更融合一點，味道就更甜。好，那像這樣子就可以關掉了。哦，很有賣相的哦。做幾顆？哎，這做咩叫啊8粒。嚟講啊，我發出來的意思。有票啊，有咪香味？有哦。好嚟。來。送個教大家煮的餡瓜肉鹽鋪的湯，就會哦，大家肯定要試看啦。醃瓜肉丸瓢瓜湯，雞骨用滾水先出香味，蔥頭切片片的，鋪的切短短準皮，添豬腳肉加餡瓜的麵粉亂攪拌勻，粘一粒粒的做成肉鹽，先添蔥頭炒啊，鋪的炒bis出水，再用雞骨水用米酒、胡椒粉、鹽調味。雞骨入味後先留起來，然後將粘好的肉鹽呢，煮bis熟，安尼就做得熟嘞。